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一个做事人饲的马性地足歹，有一天，这只马野性大发，无注意，甲伊老伴踢一个行的。方圆10里外的男人听闻远道来参加因某的葬礼。哎呀，恁某人气真好，你看，遮济人来甲念香，哈有，真拢是要来甲我买迄只马仔的嘛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66新闻，我是主播廖弟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分享结婚的条件。1960年有饭人客就愿意娶我；1970年有肉人客就愿意娶我；1980年有一台脚踏车就愿意娶我；1990年有电视有冰箱就愿意娶我；2000年有厝就愿意娶我；2010年有厝有车有现金就会当娶我；2020年有病才会娶我啦。爸爸，你莫激动啦，我高去考1分，数学考0分啦，你莫甲我骂啦。乖囝，安尼看起来，你国文的能力较好哦。明日你有读数书吗？无读圣贤之书，怎能体会圣贤之治？无读圣贤之书，怎能体会圣贤之心？无读圣贤之书，怎能安邦定国？所以无读数书，恁将会输了4项：第一，出口无穷；第二，处事无方；第三，仪表无踪；第四，性命无光。如果会当读完数书，会当体会圣贤之心、圣人之治、圣人救世的精神，生命就会发放光芒。影片到这结束，恁若介这撮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定爱看，留 camera 明仔暗时2点准时好看影片，刷。